城市內車來車往，但係完全冇污染，有冇可能實現呢？近年興起嘅氫能交通可能就係答案。氫能發電係指透過燃料電池將氫氧反應嘅化學能轉為電能。水係唯一會帶嚟嘅副產品，係最具潛力嘅低碳能源。為咗推動氫能發展，政府舊年年底推出氫燃料電池重型車輛試驗資助計劃，又制定發展策略，推動氫能生產、運輸同應用。目前第一部氫能巴士同第一個公眾加氫站都已經投入服務，亦都有研發中心製造出氫能物流叉車，加氫3分鐘就能夠運作12小時。電力公司亦都積極探討氫能發電嘅可能性，例如逐步喺燃料入面增加氫氣，以過渡到採用100%氫能。人才方面，政府正係探討為業界設立安全培訓課程，並計劃同內地機構合作，培養相關嘅技術人才。多管齊下，輕裝上陣，香港物流有望走喺全球低碳技術嘅領先位置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